立法院會今日三讀通過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正式把這三班護病比立法。比例是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定，3年檢討一屆，而且頭一屆把這三班護病比列入去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。若總有病院違反規定，會罰50萬到200萬。累計3屆無改正，上重就要停業1年。贊成者多數，第12條照國民黨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通過。立法院議會初尾三讀通過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正式將3班護病比立法。以後病院急症一般性病床3班護病比的比例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，3年檢討一遍，必要時陣做調整。也第一遍規範3班護病比納入醫療機構設立標準。用2024年3月出1的標準為主，護理團體表示肯定，講會當幫助護理人力留任甲回流。他的雇主沒有遵守的話，那他就違法。所以這個我們護理師至少就會覺得，哎，這個職場還是可以待的。我們希望醫療法能提高罰則的罰鍰的金額。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必須改掉現在的全日平均比例，改成3班護病比。不過修法的時陣，國民黨甲民眾黨的版本無同調。另外，說中央諮詢委員會甲護理團體代表比例攏無共識，所以護士工會全連會頂護理團體真不滿。中到臨時區立法院抗議，要讓立法院通過國民黨的版本，無說諮詢委員會對3班護病比立法。台灣社區病協會擔心，恐驚會造成斷層，影響偏鄉的醫療資源。一旦3班護病比入法，那導致他這個因為沒有辦法達到標準，必須要關床的時候，其實受傷最大的是偏鄉的民眾。第三讀條文內面也規定，病院若是違反規定，分無共層級，處罰的金額無同。比如講，醫學中心罰100萬以上200萬以下，會當按遍連續罰。若經過3遍攏無改善，會當處1個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業處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